来关心一个停车纠纷的消息。嘉义市平顶街一间餐厅，昨天暗时那像为着停车的问题，双方咧起冤家，有2个人去刀扑着送病院。也那警方现场有查扣到1支假枪，嘛甲涉嫌起卡动手的4个人拢抓起来。昨日暗时，嘉义市平顶街一间餐厅传出烧拍代志，有一间水电行的员工，敢若是早起甲厝边有停车纠纷，双方起冤家，扭拉，互相呛声。对方伫暗时8点20左右，找一个人拿着刀到餐厅要报完仇。你有要紧无啊？对方漏啥在遮咧？你啥破案呢？伊算甲你救是毋是？我有相开啊！哦，我有相开个，倒啊去抬，我有相开。水电行这2个19岁加45岁查某员工，正面的手盘拢被开山刀抬着伤送病院。过程中，对方有牙枪伫咧讲要开枪，水电行员工甲伊拨开，枪6个涂骹留伫咧现场。经过我们紧急赶到现场后，那现场还有两三名伤者在现场，那现场有看到疑似一把类似玩具枪。那我们目前已经有锁定相关的特定对象在追查当中。警方发现落伫咧涂骹的这支枪是刀具枪，也甲伫咧现场的4位当事人带登去讯问，同时调监视器用车立人，对抓其他杀人的嫌疑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